來關心這宗交通事故，這是今仔日早起7點48分左右，有一台軍方的小型的巴士，甲一台遊覽車呢，是佇國道1號落南43.8公里的所在來發生車禍，攏總有11個人受傷。初步調查，哪像就是這個軍方的巴士無保持安全距離才造成的。國防部是表示講，這車巴士是當咧執行運輸的任務，即馬專案會交予警方來處理。軍用巴士的車頭弄甲爛糊糊，國道1號5股到油梅高架橋落南43.8公里發生嚴重的車禍，敢若是軍用巴士無保持安全距離，弄到頭前的遊覽車，佮掃到一台轎車甲貨車，造成這個軍用巴士頂懸包含駕駛11個人受傷，現場隨啟動大量傷患救護機制。軍用巴士疑似為保持安全距離撞擊前方5大客車，並向右閃避，導致行駛於右側車道小客車緊急剎車，遭後方小貨車撞擊。事故發生的是軍用巴士的駕駛掉佇車內底，消防人員甲伊救出來，骨頭敢若有斷去，目前狀況穩定。因為車禍佔用3個車道，造成後壁塌了2公里長。桃園市消防局表示，因為受傷的人較濟，部分的人送去到部立的桃園病院，嘛趕緊請新北市消防局鬥3共來載人。啟用動的遊覽車是對台北要去到桃園機場的交通車，警方對遊覽車、轎車也閣有貨車的駕駛做酒測，攏無食酒。軍用的巴士是閣愛做酒測。共造成11人輕重傷，且小巴駕駛有受困的情形。目前患者已經順利脫困，並將其送醫前往治療。針對這件車禍，國防部表示，這台軍用巴士是執行人員在做運輸任務的時陣發生車禍，受傷的人已經送病院治療。專案的責任會交予警方來處理，辦後邊的手續，嘛會繼續強化部隊行車安全的教育，也閣有防衛駕駛的觀念。記者綜合報道。